有了解積金易計劃嘅消息人士最近向綠豆透露，積金易平台嘅系統由開始運作到而家，問題從未間斷。其中較嚴重嘅包括多宗用戶未能及時完成基金買賣交易，衍生局方要負上賠償責任。系統供應商電訊盈科喺開發系統期間有程式人員離職，但竟然未有留低開發資料同記錄。而下載積金易應用程式嘅 App Store 用戶評分出現一面倒負評，大部分評論指系統太多 bug，根本未準備好就推出，就連基本用戶註冊亦都障礙重重。我哋近日喺英國到積金易網站嘗試註冊，超過20分鐘，連第一步嘅身份驗證都無法完成，未能夠成功註冊。積金局已經計劃喺出年1月完成轉移整合所有強積金受託人帳戶到積金易。積金易平台出錯問題，若果到時仲未全面解決，最終會出現乜嘢結局呢？